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陽光財經，我係 Sunny。今日係2026年5月12號星期二，股市今日探底回升，有驚無險。標普指數跌咗11.83點，跌幅0.16百分比。收市日 K 線又多咗條帶下影線嘅細陽線，日內一度跌得幾多，不過下晝跌幅收窄，最後跌得唔算多。呢種日 K 線其實唔係咁淡信號。大方向都仲係可以飆升，只係飆升之餘都要小心啲，唔好見到有機會就亂入，追高風險真係幾大。納斯達克指數今日跌咗185.92點，跌幅0.71百分比，日內一度跌到2百分比，都幾令人擔心。但係下午收市嘅時候收返大部分失地，日 K 線收市穩企喺5日線之上，不過下影線嘅細陽線都反映到向下未必即刻會發生。但係三大指數出現咗強弱轉變，道指轉強，納指最弱，呢個其實係股市避險情緒升溫嘅信號。科技類好多板塊都跌咗，能源、保險、醫療設備同埋製藥公司都係，零售等板塊就見到綠色上升。呢個說明資金開始有避險動作，賣出大升嘅科技股，轉買防守型板塊。道指強而納指弱，通常都係大市要轉入調整嘅信號，至少唔會再大幅上升。高歌猛進嗰段時間可能要暫時告一段落。尋日我都警告過半導體升得太快，仲估咗個頂。估底其實佢哋根據只可以話係標普，一個可能嘅目標位就係7500同7700。不過對於費城半導體指數嚟講，上升斜率已經有明顯改變，由45度角嗰種慢慢升嘅節奏，變咗做更加陡峭嘅上升趨勢，一個幾多月就差唔多翻倍。慢牛可以行得耐，快牛就可能係最後嘅狂歡。喺股市下跌嘅時候都會有類似效果。股票由高位開始跌落去，啱啱開始會大幅震盪，跌得勁嗰陣又會有強勁反彈。呢個時候主力一邊沽貨，一邊又要維持股價，跌得太多就冇人肯接貨啦。之後股價開始陰跌，陰跌嘅角度大約係45度，跌嘅時間好長，跌到頂唔順，絕望咁，仲會有轉角度咁快速下跌。最後嗰陣下跌，通常都係股價由高位已經打咗大折扣之後，仲可以暴跌，直插落去。當升市同跌市去到最後階段，行情通常都會好極端，要麼直線升，要麼直線跌。呢個時候好大機會就係趨勢即將完結嘅信號。升市係由多頭不斷買入嘅能量堆積出嚟，跌市就係空頭不斷拋售嘅力量砸落嚟。升市角度太大，會過度消耗多頭能量，佢就會加速見頂。大空頭都指出，呢種拋物線式嘅升市行情係非常有風險嘅。佢自己做空費城半導體指數，就係買入明年到期期限9個月嘅認沽期權。認沽期權最大損失就係全部權利金，投落去嘅錢輸晒就算。但係買方就可以喺有效期內，只要標嘅證券，即係費曼指數大跌，就有機會睇到槓桿收益嘅權利。佢可能買完就即刻開始蝕錢，但係今年只要半導體大跌，佢就有機會賺一筆。Burry 警告話，而家喺半導體指數同2000年科技股爆煲前嗰陣升勢好似，令佢覺得泡沫就快爆。佢建議大家減少投資股票，特別係要避開科技股。喺美股做淡當然係幾難嘅，10幾年嚟大空頭錯過咗做多啲機會，而且做淡仲成日俾人夾淡倉，可以話做淡好難賺到錢。但係今年開始，Burry 不斷發表禁淡言論，而股神巴菲特都收窄咗戰線，儲現金其實本質上都係禁淡。當費城半導體指數改變咗上升斜率，升得好急嘅時候，多頭能量過度消耗就係一個值得警惕嘅信號。當然都唔係話即刻就會見頂，超買可以繼續超買，升到大家都唔信會跌嘅時候，真正嘅跌市就冇啦。除咗半導體板塊整體回調，消息面上仲有啲利淡消息。首先就係公布咗一個 CPI， 朝早開市前公布咗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升 3.8 百分比，創下近3年嘅新高。
呢個加強嘅市場對美聯儲會長期維持高利率，甚至可能今年內再加息嘅預期。戰爭令到油價大升，所以整體通脹上升都係預咗佢。但係勞工局數據顯示，有一半升幅係能源成本貢獻嘅。不過住屋同埋食品成本都一齊推高咗，撇除食品同能源之後，核心 CPI 按月升咗 0.4%，略高過預期。住屋成本創咗2024年以嚟最大嘅升幅，因為住屋成本佔比重，而且租金一加，大家手頭就緊嘅，自然會諗住要加人工。而今次通脹率係3年嚟第一次超過人工加幅。如果呢個情況持續落去，佢人工同通脹螺旋又會開始。人工通脹螺旋係一種通脹嘅宏觀經濟學典型情況。物價上升，工會就會罷工，要求加人工。人工一加，企業成本又高嘅，商品同服務都要加價，佢就帶動新一輪嘅物價同人工上升。物價同人工一旦開始螺旋式上升，就會不斷推高物價。喺市場見到佢嘅 CPI 就好似俾人潑咁桶冷水咁，交易員開始博弈，今年都未必會減息，甚至有機會首次加息。芝加哥聯儲行長古爾斯比就話，通脹數據顯示物價壓力可能反映經濟過熱。如果睇下除咗能源之外嘅部分，好似服務業，如果服務業都加價，經濟有機會過熱嘅話，美聯儲就要睇下點樣打破通脹不斷升級嘅惡性循環。古爾斯比講嘅就係人工同通脹螺旋，央行要及時阻止呢個螺旋形成，加息或者加息預期管理都有可能會變成美聯儲新嘅政策方向。股市當然唔歡迎加息啦，如果加息預期開始有跡象出現，咁股市就會進入中期下跌，好似2022年嘅股市會先跌，反映加息預期。呢個提前量大約可以有半年左右，等到美聯儲真係落實加息嗰陣，調整就差唔多去到尾聲。所以加唔加息其實唔係咁結果，而係喺傳聞同預期。佢而家有啲呢啲預期呢？芝加哥交易所美聯儲利率觀察工具匯總嘅概率表顯示，利率走勢而家開始變得唔係咁樂觀。藍色標記嘅係概率比較大嘅押注，發現由2026年到2027年成年都冇再有低過 3.5 百分比嘅大概率押注，反而喺2027年4月同6月出現咗一次加息，壓住咗利率走勢，決定咗股市中期方向。減息嘅嘢，加息又若隱若現，主力板塊半導體就快手飆升咗一輪，消耗咗嘅能量，呢啲都為我哋敲響咗中期股市調整嘅警鐘。我哋可以唔使估頂喺邊度，亦唔需要清倉或者做淡，但而家再去 FOMO 追高最熱門嗰啲股票，已經係相當冒險嘅行為。第二個利淡消息就係沃爾什嚟到參議院關鍵票，當選佢做美聯儲理事。美聯儲理事一個蘿蔔一個坑，沃什入咗嚟之後，高王米蘭就要翻去川普身邊啦。今次國會確認沃什做下一任美聯儲主席，幾乎係板上釘釘，但同川普嘅意願相反，沃什上台之後要快手減息就越嚟越嚟可能。近幾年黃金大升，中國人同印度人都中意買黃金，印度人買黃金買到嘅外匯，莫迪居然開始呼籲印度人唔好再買啦。莫迪呼籲印度人至少1年內唔好買黃金，要減少能源消耗同唔必要嘅出國旅行。佢嘅外匯儲備真係緊張嘅。一個國家如果外匯儲備緊張，佢嘅貨幣匯率就會不斷貶值。印度嘅盧比對美元匯率成日都係跌緊。當國家嘅進出口貿易仲可以賺到外匯，仲有能力吸引投資嘅時候，匯率會比較硬淨。觀察貨幣會唔會貶值，其實就係要留意國際收支平衡表，睇下貿易有冇賺錢，投融資有冇賺錢。如果全部都唔賺錢，佢外匯嘅就大嘅。匯率頂唔住嘅話，就要早啲換做美元。真係唔得，換做黃金都可以。黃金應該會比非美元嘅紙幣更加保值。尋日嘅留言區有觀眾問我話，我哋投資組合有冇跑贏納指100？IBKR 個網頁後台係可以睇到戶口表現同業績比較基準指數嘅對比圖，不過佢納指100可以比，所以我哋喺標普500指數嘅對比喺過去12個月入邊
我個戶口表現係長時間跑贏標普500指數，要跑贏寬基指數其實真係唔容易。對於打工仔嚟講，簡單嘅定投夫 QQQ 就係最叻水嘅力又最賺錢嘅方法啦。啱啦，IBKR 個連結我擺咗喺影片下方留言區，如果仲未諗過嘅觀眾，麻煩幫我哋一睇。佢 IBKR 個連結係冇成本嘅，但係真係可以實實在在幫到陽光採集頻道嘅營運。喺度我要多謝大家先。今日我呢個 IB 卡戶口嘅截圖淨值係21.9萬，股市少少調整，盈利就會有啲回吐。今日高通大跌，浮動盈利淨係剩翻2260蚊美金。我都諗緊要唔要賣嘅嘢，算啦，呢隻股票升咗時間少，跌嘅時間多，真係有啲摸唔透。跟住我一賣，過幾年又升3倍，我又變咗反指標啦，係咪？呢個真係幾難搞。仲有觀眾問我，聽你講微軟已經講咗好幾次，我最近都一直有買入，我哋成本價大約係385，持有200股，我應該繼續觀望，唔喐好嗎？呢個就係微軟嘅周 K 線圖。喺大趨勢嘅時候，我覺得周線 MA250係一條好重要嘅超長期趨勢線，10幾年嚟都冇跌穿過呢條線。而家呢條線喺360左右，跌穿360嘅機會其實唔算大，所以385蚊嘅成本其實安全邊際都算幾好。微軟可能喺半導體咁容易發達，但要大幅蝕錢都唔係咁易㗎。至於我提得多次，原因就係平，有機會係市場判斷錯誤，但呢個就係長線投資嘅思路，短線可能真係幾折磨人。如果唔係主升浪入邊嘅股份，買嘅就要有打持久戰嘅心理準備。有觀眾問點睇 Meta？ 最近 Meta 嘅一個闊幅震盪整理階段，唔算係主升浪。今日表現比大市好嘅，大市跌咗又冇咗點跌，大市回升收紅，佢又反彈收陽，所以短線走勢比大市強少少。但係呢，其實都唔係主升浪階段。機會同風險都應該比較有限。聽日川普會訪問中國，呢個係全球好重要嘅外交事件，對未來一段時間嘅經貿往來都會有決定性影響。中美關係回暖，對佢喺中國有市場同供應鏈嘅美股明星公司都係有利嘅。對中概股嚟講，可能都會有啲利好消息。今次有17間大公司隨行，當然包括波音賣500架飛機。呢個比賣50萬粒芯片仲要威好多，所以市場都好期待波音可以收到中國大量嘅飛機訂單。波音雖然係一間有壟斷性質嘅公司，全球得2個大飛機巨頭，一個係波音，一個係空中巴士，但係波音估值有93倍，淨資產得唔夠60億，市淨率有30倍，呢個估值比存儲股仲貴。好，最後講一單佢成功嘅收購案。GameStop 想收購 eBay， 但 eBay 完全睇唔起收購方，直接拒絕嘅措辭都好唔俾面。eBay 話 GME 嘅收購計劃唔可信又冇吸引力，意思即係話 GME 你邊有錢去收購人啊？ GME 係一隻迷因股，淨係喺論壇嗌一聲就炒起一陣，自己市值淨係得100億。但佢想收購嘅 eBay 有490億市值，呢個唔係細食大咩？可行性唔高，仲俾人公開恥笑嘅一輪，真係自取其辱。好啦，今日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